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9月14日，心旷神怡4，心沮丧，来相信你。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8章，一直读到第22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诗篇116篇第10节。我说过，我非常沮丧，但我仍然相信。沮丧的特征是包括忧伤、哀灵以及缺乏活力，以至于连做或选择都显得很困难，丧失精力，倦怠加上经常的失眠，悲观与绝望，恐惧一种否定消极的自我概念，其中也包括了自责、罪恶感、羞愧、无价值感或无力感。我们看到这么多，会不会觉得哇，这沮丧的情绪呀，可真是像灾难似的来向我们的生命，向我们这个人灵命来扑过来，好像这些猛烈的野兽要来吞吃我们一样呢？是的，沮丧的情绪是这现代人很受困扰的。其实沮丧包含在扩及到各个年龄层，甚至连婴儿也会哦。那么我们来看，当我们沮丧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的经文实在是让人家很沮丧，因为沮丧里面包括了无力感。我们如果看第18章开始，大卫他开始了一个旅程怎样的旅程？应该是说他被莫名其妙的讨厌被谁讨厌呢？竟然是被那个国家的王哇，被国家的王讨厌，那事情可就大了哦。扫罗对他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在第18章我们看到大卫其实他明白了扫罗对他敌意，但他仍然愿意来顺服这一位君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卫的心其实他还是很纯正很单纯的，他知道这一位上主的心是比他高过他的心，而扫罗的心恐怕不明白，因为嫉妒让他的眼，让他的心眼都瞎了，甚至于让他的心被腐蚀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小心，在我们的生命中，某些人的心理的状况，嫉妒以致迫害到大卫，他像是一个无助的人，不知道该如何，因为这样做好像也不是，那样做好像也不对。于是他开始在这夹缝中，在扫罗这位王要来取他的命的夹缝中来求生存。我们看到第19章持续扫罗迫害大卫，他的迫害让他的儿子约拿单觉得心里很奇怪，而且约拿单是一个明理的人，他愿意来当中间人，确定是不是他的爸爸扫罗真的要杀他的好朋友大卫。于是他们做了约定让约拿单真的回到扫罗的面前。后来果然发现了，真的这一位他的父亲是非常明确的，他想要来杀害，想要把大卫给除灭。于是大卫他就开始逃跑了。甚至逃到撒母耳那里去，可是他已经发现撒母耳已经年迈，真的是没有办法再来保护他，以至于他下一站他就要寻求更多的人的帮助。虽然在约拿单要帮助
大卫，可是这一位扫罗真的是气昏了头哈，他被自己的这个嫉妒给气昏了，说了很难听的话，甚至于他想要杀掉他自己的儿子，觉得他的儿子约拿单怎么这么不长进啊！他爸爸扫罗告诉约拿单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呢，你不想想，我今天如果没有这样做，你以后怎么当王哈？”但这个我们看到约拿单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对朋友咨询朋友，他愿意在困难的时候两肋来插刀在所不辞。因为约拿单他知道他的父亲是错的，他知道他需要来帮助他的好朋友，因为这个对他的上帝对他的朋友才是一件正确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很难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无助很无力感，因为我们的至亲我们最亲密的人如果做错的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怎么样子用有智慧来引导使我们最亲的人要做对的，要合神心意的，才让我们不至于得罪了上帝。那我们看大卫，他此时真的是慌了真的也是很无助很无力，一而再再而三。这是他逃到哪里去？他逃到了这个祭司那里去他当然要隐瞒他隐瞒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来看，是他不想连累这个祭司因为这个祭司他可能也要让大卫知道，其实在祭司旁边还有一个扫罗的人在哪里就是他的畜牧长多益在那个地方，所以不能多说了，恐怕到时候这个会害了很多的人。但这个不知者无罪，好像对这个祭司没有帮助，因为这扫罗已经几乎是疯了当他知道了这个祭司来帮助大卫的时候，他真的是就把他全家给杀灭了。我们想，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是大卫，我们看到亚西米勒这个祭司为了救他，给他饼给他刀，而最后他全家85人都被杀害，只有一个儿子逃出来。最后我们看到经文到22章，逃到大卫那边去，而大卫告诉他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特别你们全家都丧命是因为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也要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护。亲爱的大家，我们读到这里，如果我们是多益也好多益是去举报的人，而这个多益举报的人害了这个祭司的全家亚西米勒，我们的心呢？我们是被害的，因着救大卫而全家被杀害的。亚西米勒的这一家，他们真的是心很难过，没有路可以走，无力。他的儿子亚比亚，他只能也是逃。真的没有路吗？到了绝路吗？我想接下来的经文我们都知道，这位主他是要出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或许会真的像这些人物一样，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上这些人物，好像遇到很多的路都走不通，好像都是到了尽头，这让人家感觉很无力很沮丧。
当我们看，不管是今天我们的经文经句里面，都告诉我们，在诗篇116篇，我说过，我非常沮丧，但我仍然相信。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相信吗？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这位上帝，他仍然掌权，他仍然爱我们，他仍然听我们的祷告。生命、苦难、死亡这一切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或面对，或将来我们都要面对。但诗篇116篇或许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甚至到最后说：主啊，我实在沮丧，但我仍然信。我仍然信什么呢？信主，你是有怜悯，你是要拯救。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愚笨的人，我落在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仍然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我。亲爱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应该要起来。真的沮丧有时候没有办法起来，但即便我们躺着都没办法起来时，好不好？我们的意念转向神，好吗？我们的意念转向神，说：主啊，你是云上的太阳，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我抬起头，我会发现主你已经为我预备。即便云上太阳，它仍然总不改变，虽然雨都下来了，云上的太阳仍然不改变，真的不改变，因为这位主已经为你我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沮丧过。我有沮丧的经验吗？回想我们自己是如何度过沮丧，如何信靠上帝得力量胜过沮丧呢？如何我们也来帮助别人一起度过沮丧呢？一起来仰望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在我沮丧难过无路可走无力感时，你用你的话语，你用诗篇116篇持续来扶持我。是我说过我非常沮丧，但我仍然相信你，你是预备恩典够我用的主。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能够胜过沮丧，因为神用盼望，用希望，用力量迎面而来，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明天见。